喂喂喂，那个中期刚好试过，应该都可以。信息可以。令的雅荷花唱歌，令的雅荷花唱歌，全地拢雅荷花唱歌，着雅荷花唱歌，祝谢伊的名，日日传播伊的救，日日传播伊的救恩，伫日放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，伫万百世的中间讲起伊奇妙的所在。开始了，开始了。今日的圣经是记载伫启示录第14章第12节，第12到13节。启示录第14章第12节，第12到13节。今日主播后面嘛有今日的经文，我来读。圣道的吞论是在伫即个，这就是守上帝的戒，甲守耶稣的圣的。我听见天有声讲，地着写伊，打以后，伫主来死的死人有福气。圣神讲是啦，互因煞因的着魔来安息。互因煞因的着魔来安息，因所做的工也缀因。耶和华啊，我对伊亲恩求叫你，主耶和华啊，你若救砍罪恶，你若救砍罪恶，治水徛会牢。我听候耶和华，我的心神咧听候，我的心神咧听候，我的心神听候主。比上见的人听候天光较切。以色列啊，你望耶和华，伊的确救赎以色列。
必顺服你的囝儿，愿你的愿意全部交托你的手中。123，123，123。万那基督拢是主耶稣基督信。哎呀，老师今日来，我也足紧张的呢。微微，见证啥事？当我也活时，148。
个，就是你要进入送龙之前，就是全部你这边什么奉献这些都讲完之后，好，要补充。兄弟姊妹平安，真欢喜，昨昏的好，搁欢喜的日子，咱的姨姐完成伊一生的大事吼，有一个好的翁婿，咱真感谢主，也恭喜我甲。咱礼拜日也是咱欢喜着跳的日子，咱来到这要学乐敬拜，请咱来看圣诗148首，学乐荣光尊贵以及关系。咱要吟第1节甲第4节，来，学乐荣光尊贵以及关系，智慧权能流传地高万世，一切荣耀归地得胜的主。再搁一遍，学乐荣光尊贵以及关系，智慧权能流传地高万世，一切荣耀归地得胜的主，天国宝座。第4节，地面快乐，头上天高万世，天白听，空日日降落地，感谢甲荣光学乐甲尊贵。咱过来看358首，357，是嘞，357首。天顶实在有好土地，咱要吟第1节甲第4节。天顶实在有。
无边，遐好天使阳光千百，拢踮面向大琴大声，音韵变变，好听够听，虽无边，虽无边。第四节。那款情人兄弟姊妹，来靠主，来靠主，在亮的高天边虚位，来靠主，来靠主，着紧紧来看破金色，万米老路那水直退，大人。是嘞，是嘞哈。第四节搁一遍来，那款情人兄弟姊妹，来靠主，来靠主，在亮地着天白虚位，来靠主，来靠主。着紧紧来看破金色，万米老路那水直退，大人无顾是好着过，来靠主，来靠主。来，是嘞吼，牧师好来提，牧师来提醒，我拄仔无注意吼。第四节咱拄仔唱的第二节，毋是在灵吼，我唱在灵吼。来，则会得到天父，吼，则会嘿，第四节第四节的第二节，吼，则会得到哦，毋是得到得到，吼，则得到天父迄地，则会得到天父迄地，就是则会到伫天父那个地方了，吼，迄个所在，迄地，迄地，这是对，地，迄地。OK， 好，来，咱第四节，我唱一遍好无？来，第四节，则会得到天父迄地。好，来第四节，来，那款情人兄弟姊妹，来靠主，来靠主，则会得到天父迄地。来靠主，来靠主。着紧紧来看破金色，万米流落那水的高，大人所住喜好得过，来靠主，来靠主，请人闭目心来礼拜。恁着向耶和华唱新的歌，全地着向耶和华唱歌，向耶和华唱歌，祝谢伊的名，日日传播伊的救恩。伫列邦的中间，讲起伊的荣光；伫万百姓的中间，讲起伊奇妙的所在。
吟诗信诗148首，信诗148首，乌鲁阴光尊贵，一级宽恕，请起立。咱犹原徛立，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。请，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丢比拉多人来受苦，顶十字架死，埋葬落阴府。第3日，对死人中搁活，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，要对遐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公堂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的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启应文第27篇，启应文第27篇，我来启，大家来应。耶和华啊，我对亲恩求叫你。主啊，求你听我的声，愿你压耳孔听我恳求的声。主耶和华啊，你若久看罪恶，治罪徛会牢。
总是你有赦免的恩，要互人敬畏你。我听候耶和华，我的心在听候。伫伊的话，我有仰望。我的心听候主，比掌机的人听候天光较切。比上记的人听候天光较切。以色列啊，伊着仰望耶和华。因为伫耶和华有慈爱，伫伊有丰盛的救赎。伊的确救赎以色列。脱离伊一切的罪恶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互阮有对你来的仰望，也成做阮生命的中心。求你加添阮一切需要的勇气，带领阮向前行你应允的路。阮相信，若有你的同在，阮就无绝望，也无理智。阮要成做谦卑顺服你的囝儿，愿意将家己交托伫你的手中。完全的信任你来入上帝的国。愿咱的祈祷感谢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学老圣歌对所要学老的诗歌是：当我耶活时，当我活之时，踮伫主耶稣，踮伫基督耶稣，当咱死之时，也伫主耶稣。无论是活的，也是死亡，咱拢属上帝，咱拢属上帝。
圣经今日的圣经是记载伫启示录第14章第12到13节。启示录第14章第12到13节。今日的周报后面嘛有今日的经文，我来读。圣道的吞论是在伫即个，这就是属上帝的界，甲属耶稣的圣的。我听见对天有声讲，你着写伊，等以后伫主来死的死人有福气。圣神讲是啦，互因煞因会着活来安息，因所做的工也对伊。圣经读到遮。讲道，阮请灵异节牧师讲道的题目是基督徒的愿望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天父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你搁一遍呼召阮，无论什么艰难困苦，阮犹原要来礼拜堂，阮要参阮所有兄弟姊妹，阮来敬拜阿罗你。阮要将一切阮的重担交托互主，愿主你启示你的话。带来，互阮对心内有迄个深深对你的愿望，阮安尼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今年是马偕博士伫台湾北部宣教150周年，咱是上帝呼召，人衷心的回应。怎样？咱有一批搁一批的宣教师对全世界来台湾。将福音、主耶稣救赎的恩典，这款的好消息，150年来将信仰传予咱的前辈，一代搁一代。这个宣教师为什么因有遐有信心搁愿望，毋惊艰难，完全无为了家己未来来打算？难道因明白的上帝甲咱毋是同一位吗？难道因你信仰的顶面？有看到咱无看到的物件吗？牧师会安尼讲，是因为目前咱的教会受世俗化价值观的影响，哪来哪严重。牧师讲的教会是咱所有的教会，毋是仅仔咱建成教会。牧师的观察，现在的基督徒惊真多的物件。行东行西，惊得到袂到位置，惊无财富，惊无名声，甚至惊身躯病痛，但就是毋惊上帝。这嘛是牧师20年前对一般外口拜拜来到教会，我渐渐有发现，你教会内竟然有这款真离谱的信仰的问题存在，就是。信徒无惊伊别的生命，教会内常常你笑外口的人拜偶像、假物件，搁拜甲敬虔，有时走火入魔，互生命来控制。但真好笑的是，外面的人假神，人因真正咧拜，咱呢？咱真的神，但是咱。假伫拜啊！读圣经嘛是安尼，紧家己爱读的来读，这嘛是互人非常想袂通的。哪有这款的代志？150年来，毋知对什么时阵，咱的信仰渐渐变成这款。上帝是听，神爱世人。大家以前圣经内底所讲的祝福、应允、新约基础，却无以前内底圣经来讲的管教、提醒、警告的经文啊。难道圣经内底讲的审判这项代志是假吗？审判这项代志是假吗？启示录的作者约翰。伊写即个
这场批的时阵是罗马皇帝凯撒大帝开始吩咐真侪所在起庙，将伊当作神来拜。一直到有一个皇帝叫做米多田，他更加变本加厉。就是这个时阵，真侪无拜皇帝的人，基督徒哇互处死。牧师哪有可能？有哦，真侪所在，即摆伫全世界真侪所在嘛是安尼哦，真侪基督徒未使宣扬福音，未使聚会。这是一段真长的日子，对中心军队主耶稣的基督徒来讲，因的五望到底伫什么所在？这嘛是咱21世纪的基督徒要问，咱的五望到底伫什么所在？咱的五望甲这世界一定是无共款的，但是咱常常互人分袂出基督徒甲外口的人有啥物无共款。世间人咧追求的，绝对嘛毋是咱咧追求的五望。约翰讲，咱来读圣经知影，启示录讲，约翰讲，这段时间真长，有3年半，24个月，1260天，其实拢同款。其实这数字毋是摩斯密码，是咧描写这个灾害艰苦的日子，毋知影当时才会结束。一般来讲，咱坐伫遮，咱真少人会拄到一段真长的迫害啦，好亲像是战争，还是被不人道的对待，还是咱讲关在监狱里面的政治犯、思想犯，可能咱较无法度体会苦难对咱影响有偌大。有啦，可能有去做兵2冬3冬，感觉伫外岛真艰苦，安尼尔。牧师听阮爸爸分享，金门人真爱和平，他们向往安居乐业的日子，这是有因的背景。金门人经过战争的恐怖，迄种的体验，战争的体验是哪？度日如年啊！除了惊飞弹安尼拍来会恐怖了，咱毋知影这个战争当时的结束。迄个戒严的迄个情形，毋知影当时的结束。迄种的无自由、无确定，造成咱人咱的身心灵咱有真大的压力啦。安尼固然是人会起笑嘞。咱即摆的社会有真侪人的忧郁症嘛，是种起笑。咱对2019年底开始这个疫情开始。咱嘛毋知影当时的结束，有人知影讲当时的结束的。魏长老，这个疫情当时的结束，你讲一下。无人知影，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，有真侪人免疫力系统下降，有真侪人因为染疫来死去，有真侪家庭经历家破人亡啊。咱看逐日死亡的人数差不多50个到100个中间，意思就是讲有50个家庭到100个家庭。经历真深的痛苦，这将近3年来，咱嘛经历啦。咱台北拄3级警戒时阵，台北无一个人，咱连教会嘛第一遍关起，无法度去上班，无法度去读册，咱保持社交距离，人甲人愈来愈冷漠。少年人入厝的可能真欢喜。但是长辈呢？长辈的作息拢规个拢变起，无法度运动，因为身心灵伊个压力，真侪毛病按就是安尼走出来。这嘛是为什么伫迄站，咱教会特别对长辈甲心灵忧伤的兄弟姊妹，咱加倍关心因，敲电话来关心，叫因来出去行一下，毋通伤遐惊。一定要等下礼拜长。感谢主，咱建成教会差不多95%兄弟姊妹差不多拢转来啊。咱的素贞姐
因的查某囝伫南京东路礼拜堂，因遐有诚亲人。伊讲因即摆吼，倒来教会聚会还无一半，有一半人毋敢倒来。约翰写启示录的时阵，迄阵时掌权的是罗马政府。这个罗马政府因可能感觉因会永远的统治来管理这个世界，因为的确无毋对。迄阵有真侪人、真侪国家，拢伫伊的威权的下面，所以伊看起来咱是得胜者，伊好亲像是世界王共款。目前这个世界嘛有真侪亲像罗马政府的威权。魔鬼暂时得胜，你影响咱的信心嘛？牧师顶礼拜有讲，当迫害人到咱的身躯攻击咱的时阵，咱要继续相信耶稣基督，这个信仰是非常的困难。当咱的信心受考验的时阵，咱会先找一个借口啊，即摆有线上礼拜，我毋能去教会，可能会做出真多的转变，行其他的路。伫某一个角度，这嘛是咱人之常情。伫个原本咱跟随上帝信徒，有人停止跟随基督，离开教会。咱教会嘛有一寡兄弟姊妹真久无来啊，毋是因身躯病痛，因离开教会。甚至有一寡信徒用世界的物件来取代耶稣基督，因伊社会可能有因的成功，因感觉有更较需要的物件赢过基督。启示录的作者约翰就是要写了，迄当时伫苦难中真歹选择，还是行歪车的迄基督徒，鼓励因爱坚持落去。启示录对14章开始，第1节到第5节宣告忠心跟随羊羔教会的信徒有144000人，144000人。无说毋茫有一天，咱拢是144000人的内底。迄个得胜的画面伫宝座顶，咱做伙参正天使伫遐咧唱新的歌，这是真有毋茫的画面。接续启示录14章第8节到第9节讲，若有人拜迄个兽，甲迄个兽的像，头壳嘛是有头壳甲手，也有刻伊的印，遐个人，会伫天使甲羊羔的面前受审判。审判有火咧烧，迄是真恐怖的。我毋知恁相信无？牧师相信，天使发出恐怖的警告，教会甲世界的冲突会愈来愈大。嘛使讲是天顶的魔鬼甲基督之间的冲突。信徒爱伫世界甲基督的中间，咱会使选一边来徛。遐对上帝无忠心、三心两意的信徒会受审判。而且这个审判是永远的审判，警告是好还歹？来这边大家点头还是摇？警告是好不好？好哦，小红姐，大家很支持我。警告是好的代志，警告不是歹，而且你警告代表是上帝会对咱的怜悯，互咱有一个悔改的机会啊！上帝听世间人想述耶稣基督，互世间人这个好消息。但是咱要跟对耶稣，爱对哪？对什么开始？对敬畏上帝开始啊！牧师一开始就讲，人外口的人对因的神明真敬畏的，你无管哎呀，假安尼，外口的庙安尼，哦，安尼跪了拜，咱那样笑，迄是敬畏伊对因的神明，感觉伊需要伊。当咱有敬畏上帝，人伊的门会，伊的心门会拍开。当伊的心门拍开，上帝更加照，伊就看到家己的无完全，家己的软弱的需要，
所以伊需要上帝的赦免，上帝的救赎，伊就袂离开教会啦，并且会将领受到的恩典的荣耀，上帝赏赐于世界看会到这物件，拢总归乎上帝。今日的经文14章第12节到第13节。礼拜二个别是牧师嘛，共阮用这段经文。这段经文毋是今仔日个别是会使讲的。这段经文就是重点，就是咱讲敬畏上帝的人较有愿望，敬畏上帝的人就有愿望。任何的苦难的中间，要做出选择，要讲有信心，讲起来真正是无简单。基督徒到底，你来问，基督徒到底爱吞论到什么程度？这个吞论，这个驱动力，这吞论的这个动力是对着这个来。有一段经文大家拢熟悉的，《罗马书》第8章24节到25节，咱得救的愿望，咱得救的愿望，毋是对看会到的，看会到的毋是愿望。咱的愿望是迄个看袂到的愿望，咱愿望迄看袂到的，咱就要吞论听候啊。对于保罗所写的这段话，互咱知影，如今咱有法度吞论，是对上帝的愿望啊。咱毋是其他的愿望，是对上帝的愿望。愿望甲希望应该是无共吧？我希望我到72岁的时阵，会使像魏长老共阮遮缘投，遮体格遮好，有可能无？有可能，但是无一定。我希望明仔有一个会友会送我一栋厝。这是希望，但是愿望是对上帝来是无共款咯。愿望的中文的意思就是，好像一个人看远远的所在。咱遮住上远的就是北台湾、南台湾嘛，吼，咱总长老伊的愿望就是屏东，真远愿望屏东山内底叫满洲。若咱远远看，迄所在，迄是咱未来，咱的愿望。咱愿望是是未来的时间啊。咱对未来的愿望。是带着喜乐甲欢喜的，就好亲像阿比拉罕相信上帝应允伊要做真侪国家的老爸，其他人一般人的眼中来看，迄是无可能的。伊的年纪遮尔老啊，咱有可能佫有生囡仔，但伊却用未来的愿望，未来迄个愿望，伊相信。当伊相信的时阵，伊就有信心嘛，有信心的过程的中间，伊会产生吞论啊。伫吞论的中间伊又带了喜乐甲愿望迄个来实现啊。咱兄弟姊妹，这个过程的中间，毋是靠阿比拉罕伊的开力，是靠上帝开力、信心的开力，甲伊的同在帮助伊。真侪人拢知影，易杰牧师顶礼拜六去参加1919公益路跑6K 安尼啦，6000公尺安尼。我知影有真侪人足老早的走10K 甚至半马。因为20几年前，我运动的关系，我的左脚膝盖有开过刀，有真长的时间。天气变化的时阵我脚就会酸篮球我会使拍健走也袂歹，但是跑步我无法度持久。我较早真爱跑步，但是走膝盖就会疼痛。所以平常时我早起去运动拢是种健走，但是感觉一直卖感觉健走较无啥够，这个刺激无啥够，所以我就慢慢要想要来走一个。所以透过6K 这个路跑互我有一个目标，强迫我逐个早起上午嘛要走，对500开始走，1000、2000安尼慢慢开始走。
这边的路跑地点是伫新店碧潭。第一遍参加路跑，伤兴奋，伤兴奋。头前3000公尺冲伤紧，冲伤紧。咱就是安尼走到3000伊会滑头嘛比阮较早走的是10K，10K 因就较早远因走了阮就走。哇！我头前嘛冲头前的咧，冲到转过的时阵惨啊，无力，冲伤紧。感觉4000公尺的时阵强要放弃。我这边有互我一个目标，就是袂使停落来嘅。你搁较无嘛是安尼慢慢安尼，就是袂使停落来。这是我对我家己的考验。但是这个过程的中间，伊路跑就是一个跑道安尼嘛就是才走折返，所以走转来遮嘛会使看到遮我有看到，我走来时看到真侪后壁面地起的人你行路，总行的，甚至原本走伫我头前的人，嘛停落来。当然这中间嘛有真侪小朋友，我早超过嘛是有啦。迄个规个氛围，互你感觉就是你会使停落来，因为大家拢停落来，遮走来嘛有人停落来，遮头前本来有走我头前的嘛有人停落来，你行路，就是你免搁走，嘛是真正常，因为大家拢咧行路啦。咱的信仰嘛是安尼，因写伫信仰的过程中间有真侪咱身躯边的物件，互咱感觉咱会使放弃这信仰啊。咱对上帝毋免遮敬虔。咱对上帝毋免遮敬虔。走的过程中间我鞋子阁买新的，买新的话，鞋带阁绑得太紧，毋知影热胀冷缩的款。一边走一边较真疼。我嘛听迄天潘杰顶礼拜伊嘛伊阁走10K 来做礼拜听讲伊鞋带也是鞋子穿另外一双太小双跑到起水泡。这物件真无艰苦，真感觉人毋是家己的共款。但是我知影终点站有一个牌，迄个牌叫做6K 晚跑，哇无输迄阵就是我等下要来6K 晚跑遮翕一相，传互咱大会友看。无输有6K 晚跑，毋是假6K 晚跑，迄个牌互无输。大概5万啦，就这个牌驱动我吞忍落去，要坚持落去。虽然这过程真艰苦，但是这个牌互我力量。迄个牌互无输安尼坚持落去，我游完头前来走啊。安尼慢慢来走，看到啦5000，有人咧来画加油迄牌边仔有写你已经到5000啊你已经到5000啊。咱是即阵要怎样？同款，继续5万，继续吞忍，因为还佫1000啊，继续5万，继续吞忍。吞忍的中间有艰苦，但是嘛有喜乐。兄弟，即款的经历嘛是咱信仰的路程嘛是安尼，就是安尼，咱坚持了，跟吞忍，有看到迄个5万。昨昏看到5楼长老娘安尼有够欢喜的，当大家感受咱建成安尼台顶拢排袂当落啊，大家真欢喜，伊嘛真欢喜。因的过程的中间，4摆路程嘛有真多的吞忍，将信仰一代一代进传到第4代。即摆信仰要传到第2代就真困难啊。莫讲第3代，阁有第4代。对上帝，因为我的5万帮助咱的路程虽然真艰苦，但是我靠上帝予咱的吞忍会开咱无三心两意，咱无边仔的影响，咱就头前来走。直到看到迄个6K 晚跑的牌子，各位兄弟，启示录内底有真多的内容，咱拢看无。启示录嘛绝对毋是每一寡讲伊是专家拿来预言的。内底有真侪有讲到什么7晚7印7号
兽那个龙是不是就是民间传统说的那个龙代表什么？但是启示录要咱讲的一件事，就是无管这个世界如何惊人啊，羊羔一定得胜啊，耶稣一定得胜啊。启示录才能讲的真简单，就是安尼。启示录写的时阵是写予迄个贩夫走卒真侪需要伫苦难中的迄基督徒，需要有一个毋茫的迄人，在因讲一项代志，耶稣一定得胜。这项代志你敢有相信？其实，牧师毋免问，这样代志你有相信无相信？耶稣同款一定得胜。咱无法度有亏力讲这个圣经讲的是真的假？咱无法度，咱无迄个亏力。基督徒的毋茫论，毋就是相信耶稣会得胜吗？你这个世上有真多的苦难，但是耶稣讲，恁放心，我已经赢到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我已经赢过啊。但是这个关键字内底是讲咱咧倚靠耶稣啊，无这个赢过这个世界，参你无关系。咱咧倚靠耶稣，毋是倚靠世界啊。当咱敬畏上帝，当咱忠心来跟随上帝，当咱服侍上帝教会，咱彼此相听，咱的心常常有阵有毋茫，也是安尼。咱伫即个时在，咱伫即个时阵，咱就经历好亲像伫天顶满满迄个满足甲平安啊，敢毋是？昨的婚礼，亲家甲真侪朋友，拢是第一遍来到教会。有可能真侪人对细汉来教会中大讲，哪有可能？歹势，牧师伫社会30几年，伫教会迄阵入教会进前，我毋捌去教会一步，嘛毋捌人有讲耶稣即个物件。有真侪亲戚朋友拢是第一遍来教会，但是因互咱的教会同心合意，咱无分彼此，咱对招待、诗班、乐团，还有咱有真侪兄弟姊妹，咱展现出来喜乐。昨之前你讲，因迄毋知伫圣歌队后壁，还毋知是啥物毋知是啥物人的朋友啦。对我来咱玩他的手机嘛，因为对因来讲的这个教会婚礼是非常的陌生，咱感觉这是礼拜，对因来讲是，因嘛是感觉是一个 party， 还是一个物件。但是当圣歌队歌声引落去，伊规个目睭金起来，伊深深受感动。然后圣歌队唱了，伊要拍扑啊，但是看无人拍扑啊，伊安尼。当咱展现出来信仰，会互深深因来感动。咱牧师亲家因的一寡朋友来遐分享食饭的时阵，嘛分享真多，因感觉哇。伊嘛是第一遍来教会，对教会应用安尼，感觉真好，真好。兄弟姊妹，当咱同心合意，当咱彼此相听，就互人看到耶稣，明白耶稣，这就是咱基督徒，嘛是咱上大的愿望，敢毋是？咱同心来祈祷。天父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。阮讲阮亏力无够，阮看的愿望像浅，阮看的愿望拢是伫即个世界的愿望。阮拢看到阮有真多的困难甲艰苦，阮拢看到阮家己有真多的无够甲欠缺。但是我毋知影，阮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拢是耶稣。拢是上帝囝，将耶稣钉伫十字架顶，换来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每一个人拢是耶稣的宝贝啊！咱每一个人拢是耶稣的宝贝。愿上帝帮助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
伫咱有限的日子的中间，活出得胜的性命，互人认出来，咱就是耶稣的门徒。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回应诗，信诗357首，信诗357首。天顶实在有好土地，请起立。天顶实在有好土地，水无比，水无比，也无烦恼，也无犯罪，水无比，水无比，也有天使眼光千百，拢点英强大轻大小。英文白白，好听高叫，水无比，水无比，也有天气明亮精彩，真欢喜，真欢喜，无过忧闷，无老目屎，真欢喜，真欢喜。我命的水情人通啉，甲主到尾欢喜满心，用点声声饮是大甜，真欢喜，真欢喜，将人虽然犯罪背影，主会救，主会救。虽然是路平安保守，主会救，主会救，咱人过来得着清气，好气免流的高在地，我用笑在流行落时，主会救，主会救。大坑将人也离姊妹，来靠主，来靠主，这话直到天的平，来靠主，来靠主，到紧紧来看破金色，万米流落那水必退。大人无辜是好着家，来靠主，来靠主。请坐。奉献，咱请书献的同工。请起立唱奉献诗。
请坐。公道，咱请掀开周报来呀。大多数项教会意向，新传进信徒来明解这是。第一点，阮为着肢体咧调用的陈金子、刘慧英、陈王兰、林双耀、洪甘之、卢雪英、陈德明、胡艺美、石玲玲、刘秋敏、陈丽水、林旭苑、陈美芝、谢丽慧、陈秀龙、杜昭、林以诺、萧淑女、郭道博、黄静茹、陈义丽、张昭明、陈怡君，以及咧福建的陈昭明、汪世军、刘慧忠。第二点，为着各部甲各团契圣诞节的准备，甲明年的事工计划，求主赐下智慧合一的心。第三点，为着11月26号选举来祈祷，还有台海情势、乌俄战争，以及南北韩还有南韩梨泰院的事情来祷告。咱即马同心来开声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想赐救恩伫阮的生命中，互阮时刻拢通倚靠你。今日阮谦卑来到你的面前，向你来祈祷。阮有身体咧调养的，甲复健的，求你甲阮同在。有时阮的信心实在无够，愿你加添阮够硬的气力。引带阮踮伫你的内面，因为你就是阮生命中的主宰。阮也要为着台海的安全、南韩推挤事件祷告，因为一切事拢伫你的手中掌管。恳求你将恩典赏赐予阮，互阮会使行过困境来荣耀你。最后，阮也要用主你所教示的主祷文，安尼祈祷讲：阮伫个爸，愿你的名圣，愿你的旨意立成，日亲像在天里。阮的日时，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要你带阮入地市，救阮脱离迄个歹个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即马阮来报告教会消息。第一点，后主日11月13号是台湾神学院研究学院的纪念主日，请为着神学教育的需要关心代祷。第二点，11月19号礼拜六。透早10点召开中集会，下晡12点召开2023年的事工研讨会，请信歌队乐团甲各团契的新旧林会长、辅导参加。中昼备有便当。第三点，11月20号拜日为感恩节主日，礼拜中进行大手牵细手。一同献心献银，回应上帝一年来的看顾甲应带。
第4点，11月20号，感恩节主日将举行1家1菜感恩飨宴，邀请兄姐分享拿手好菜。那有要预备菜肴的，请到1楼登记，避免菜色重复。第5点，2023年的年度主日爱餐任献，请各位兄姐踊跃响应参加。一个单位是3000元，每周开放2个单位。那请任献款直接交给干事。那第6点，2020年9月份的财务报表已经公布，那请大家自己看。那肢体消息，11月8号下礼拜2上午10点举行临江玉秀姐妹告别礼拜，那地点在2滨至善一厅。团契消息，11月18号礼拜5上午10点松年团契聚会，主理是林昭泰牧师。啊，奉献名下，阮家己看，有毋对的，甲1楼甲干事登修正。无需要有几点补充吼。咱10月20号，咱感恩节吼，咱1家1菜，1家1菜吼毋望大家先去登记让预备的人吼好安排啦吼。第5点，2023年度吼主日爱餐任献关怀部满了吗？还是还没满？哦。好，昨日开小会时阵有小会员反映讲吼有诶弟姊妹讲，咱建成教会这几年来拢无主题啦吼。无需要差不多2分钟，真简单大家讲一下吼。有真侪主题，好亲像是口号，咱要怎样？诚做基督的教会，诚做祷告的教会。还是咱来偌一个人数受洗，教会是生命起造的所在，所以我参志明牧师来建成教会，有真明确上帝给阮的意向，所以咱是靠意向来跑走，就是讲咱即摆咧做的每一项代志，拢参咱的意向有关系。意向就是帮助咱讲，咱敬畏上帝，诚做有盼望的人。咱即摆新传信进度，万民该祭司，就是要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拢会诚做基督的勇士，拢会诚请做出来服侍的人。伫这个过程中间，咱有呼吁大家爱读经祈祷，很明确的，你要跟着新眼光，你跟着教会灵修、读经、祷告，为心服侍，为心服侍。你爱问诶，你有服侍无？为心服侍，服侍毋是讲爱有来遮吼，你有帮人祈祷。有打电话关心，这拢是服侍。咱有看咱社青拄仔受洗迄个方威，阮来邀请，伊即摆无上班，伊有真侪的着伤，无上班，咱邀请伊来社区来服侍这大人。张下晡爱餐侍奉小组也有邀请他去帮忙剥虾子。咱要看者剥虾子，无输你来叫一个人拄仔来，你叫人剥虾子。伫这个过程的中间。可以微心和服侍，我们在培养门徒，我们在训练。培养门徒不是要开心一口，不是实务上彼此相听，彼此相听。咱对啊，咱讲感恩节1家1菜，这拢有内底有一寡意涵内底。咱有感恩的心无来回应上帝对咱的听。咱迄天咱来准备物件。咱有真侪兄弟姊妹拢默默地做一寡代志，因为因敬畏上帝。咱看咱即摆爱餐，牧师已经有讲过，可能大家拢袂记啊吼。咱会后的爱餐有真大的意义，我毋知你有感觉无？无咱想一下，等下礼拜了后，咱就离开吼，无爱餐，咱就看真侪长辈、真侪人就离开教会。请问，到后礼拜你有参联络？野手一定真少的，这个兄弟姊妹走，咱拢无人去关心。但是透过爱餐，互伊留落来半点钟，食饭爱半点钟嘛，爱嘛，还是1点钟。而这个时阵，
就是咱开始要合适做门徒的时阵，咱也关心。啊，你哪顶礼拜无来？啊是怎有较散无？啊关心，还是你互人关心？这就是微信里哈，彼此去遐服侍，去遐听。所以咱教会这几年就是安尼，咱嘛每一个兄弟姊妹拢会来出来服侍。透过服侍的中间，你才会知经历这个上帝，这个信仰是你家己的。如果你若无参与教会做的活动，甚至连奉献也无你奉献，你无法度了解咱的肢体。上帝为什么咱要组织而且礼拜？无咱线上礼拜就好啊！你无伫遮组织礼拜，你无法度看到即个兄弟姊妹伊的表情啊！你也无来，你哪有可能看到啊？咱古水的咱的素年姐、秀英吼啊，雄佫袂记啊，进财啊个哪？哦，咱无可能看到伊啊，因为你线上啊，你无可能看兄弟姊妹啊。啊，你哪有可能去关心？你哪有可能了解肢体的重要？所以牧师哥是大家呼吁，就是咱教会做的每一项代志，拢参信仰有关系。就像咱出去佚佗，迄毋是出去佚佗，咱是出去外口，看咱怎样。咱透过去外口兄弟姊妹安尼出去，啊去欣赏上帝创造的大自然。来彼此来扶持。我看昨昏哦，即摆吼舞龙你七目屎吼，昨昏伊嘛是真感动咱兄弟姊妹，安尼咱哦千惠有 FB 有 po 吼，安尼真感动。咱就是透过安尼活动吼，昨兄弟姊妹有偌侪兄弟姊妹，你看乐团，因有偌侪工安尼落来咧练习，迄是因上班了，然后紧来练习。啊有啥物代价？无代价啊！但是迄个中间拢是咧学习，吼，求上帝帮助咱。啊，有啥物问题拢会使提出来袂要紧，吼。啊，但是呼吁一个吼，咱这吼自律爱餐真重要。你奉献一个单位3000块，吼，咱互在料理，吼，透过料理，咱有真侪兄弟姊妹，吼，伊的心得到帮助，吼，补充到遮。上银。信诗507首，信诗507首，请起立。仰感归向的上帝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疼痛、信心的扶持甲帮助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
米豆必回。